是有给予的。所以当咱领受的时阵，咱真做一个服侍的人，起来建造教会。最后我的回应是，伫基督的信仰中，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来想看卖，咱要如何来长大，来真做一个成熟的人。嘛伫咱所领受的文字内底，伊拄则我伫讲的文字，一看你就知，迄文字毋是讲你啥物特别能力，是对信仰内底耶稣互你的。咱会当所将这领受的文字，真做安怎建造教会的内容。所以这是咱来唱这条诗歌，透过这条诗歌，咱来想。每一个人拢是上帝呼召，拢是伫耶稣基督的救恩内底望的人。上帝嘛，定义爱今仔日的教会，真做世间人的见证。总是我是毋是其中的一位？还是我是徛伫边仔看别人在做的迄位？还是讲我今仔日听完了后，我着爱来找讲，伫教会中间，伫我的家庭中间，我会当安怎真做一个使徒，安怎真做一个先知，安怎真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安怎真做一个领受上帝恩赐的人，真做家庭的牧养甲教导的人。这时阵我请大家起立，咱来唱这条歌。我要给你一滚大的用书，一滚充满路的用书，因为靠我心切给我后裔，我们愿跟我宝贵的名。主啊，愿给你教会，我往我口，你跟我，将最基本，按最基本，一日信仰的国度。我要给你一滚大的用书，一滚充满路的用书，因为靠我心切给我后裔，我们愿跟我宝贵的名。主啊，愿给你教会，我往我口，你跟我，将最基本，按最基本，一日信仰的国度。主啊，愿给我教会，我往我口，你跟我，将最基本，按最基本，一日信仰的国度。咱来祈祷，主啊，来到你的面前，我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主你的国话，互阮领受，毋那是永生的望，讲领受伫世间的文字。主啊，你所赏赐的文字，是来阮每一个人真做起来服侍的人，真做世人的见证，真做教会的帮助。主，阮是一个身体，连接伫你。主，愿你来赏赐阮，有对你来的异象，有对你来的能力，有对你来的气力，嘛有对你来的眼光，看见讲，阮每一个人会当安怎来服侍伫今仔日的教会。主，我感谢你的恩典。求主你嘛保守每一个兄弟，当阮要来服侍你的时阵，互阮有对你来信心，有对你来眼光，嘛有对你来望。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真侪，咱只是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我的生命献予你，
家起立。上帝，感谢你，因为你听阮的缘故，你差派耶稣伫地面上来替阮赎阮的罪，用你的神的保护，会当遮砍落阮的罪，互阮每一日拢会当见证着主你的大权能。第三日，你也对世人中告我，互阮一生拢有愿望的记号。求主啊帮助阮，互阮伫世上所有伫教会内面所受的造就，就是主耶稣你通过你的赦免。你就要互阮伫这所在交代阮伫万民的百姓的中间，咧选调人的时阵，主你就要互阮的气力，求主帮助阮。你圣经也有讲，现短见接受福音的，但是会当终生30倍、60倍，甚至100倍。我相信伫今仔日阮的奉献，正做你的圣怀的时阵，我相信有这个30倍、60倍、100倍的收成伫阮的中间，你就要互阮来成就。要阮每一日会当见证着主你的作为，只是献上感谢，感恩祈祷，拢上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阿门。这是咱请游牧师来报告。请坐。报告大圣，咱要为着三项事来祈祷。头前是咱能领受耶稣基督恩赐，毋是干那坐咧做礼拜，咱会通有行动来使用咱的恩赐。为着要报名洗礼，即个拜六有要问道理吼。目前有5位5位要报名成人洗礼，一位信仰告别，阁有消息洗礼。已经有2位伫病院伫遮来洗礼过吼。咱为着因的信心来祈祷，为着属灵的家长训练咱，当做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咱开声同心来祈祷。主愿感谢了你，因为你的稳定教育阮，你伫每一个世代差派人来传福音，你是阮所伫每一个世代人会当起来来分享主你的恩典，愿主你来祝福伫阮中间，愿主你来坚固阮的心，互阮无摇纸伫这个世代在改变的中间，你的话拢无改变，你的恩典也无改变。亲爱的天父上帝，天地万物拢咧改变，总是你的话、你的恩典拢无改变，你的慈爱嘛永远无改变。所以，阮奉你名来领受你的恩赐天顶同样的恩赐，就是要为着要引出人来当得这个福音的好处。求你的神来帮助阮开阮的心窍，阮会通伫遮诚做一个受差派到伫阮的亲友的中间。来帮助因当得到这个福气，愿主来说，阮需要装备要安怎甲人讲这个福音，才会通伫遮，互因明白真理，会通有行动来回应洗礼归你的名。愿主你帮助阮你的圣神会开力，甲阮三同在祈祷，恳求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来欢迎头一遍伫咱中间做伙来敬拜兄弟吼这徐佳丽的爸母吼，咱的柯永春兄弟甲王祖慧姊妹因夫妇伫毋知伫倒位伫楼顶吼，咱甲欢迎吼。边仔的兄弟代表教会甲因请安吼，其他个无。咱也欢迎吼，咱的陈校长咯足久无伫咱中间来做礼拜吼，来陈校长咯，咱甲欢迎吼，感谢主吼，对保利倒转来吼，其他若无咱来看咱的周报消息，今仔是新历大专纪念主日，
请咱为着这个青年人的信仰，伫即个时代无偏差去吼，会来关心大祷甲奉献。也咱伫即礼拜六，要伫6点6点伫501会议室来召开小会，请小会员来出席。咱下礼拜日，伫礼拜中第2场的礼拜要来举行第3次的圣礼典，洗礼报名洗礼吼，请咱伫拜六暗时8点伫501会议室伫遮来问道理吼，请咱有报名信仰个别的，也是报名成人洗礼小仪式，请咱伫8点暗时8点。10月7日到10月18，教会有要举办这土耳其保罗旅游这个宣教旅游的这个行程啦吼。咱即马在读以弗所所以咱伫这行程内底就会去以弗所这个所在吼，互你毋是干那读，都有机会行吼。30个名额吼，大概31名啦，30名。名额的时阵就是76900，你若敢若25名就是79900吼，所以请咱来伫公布栏遐有资料，也是恁若要问思亲长老伫遮来接洽吼。咱夏连长老嘛有对美国转来引讯吼，足久无看到吼，咱嘛甲因欢迎一下吼，拍鼓来欢迎。好，咱的团队部伫6月7日有要举行，伫礼拜中间有4挂的见证吼，咱有邀请嘉谦倒转来分享请咱会当设定慕道的朋友伫迄个主日中间甲邀请来，会通做伙来见证上帝恩典。早起也有这医疗的咨询的服务吼，我安尼就分享吼，伫第1场了后就几位兄弟姊妹参与伫迄个所在吼，做伙来服务咱的社区的这个民众。咱的生计助学金第1期的受奖的名单已经公布伫印楼的公布栏要伫5月12日。第1场、第2场的中间吼，来颁发，请受奖者来出席。咱伫教界消息的部分，今仔日下昼3点，伫郊外教会要举行刘俊义传道书、奉立牧师就任首任牧师的受职感恩礼拜咱甲因祝福吼。过去咱也有参与伫即个郊外的即个开拓等等的服侍吼。咱感谢主，有头一任的牧师要来产生吼。咱伫配合劳动节全日动工的退休会所以伫4月30咱拜二开放时间是早起8点到下昼5点。5月初劳动节的时是伫早起8点到下昼2点请咱注意。咱有具体的亲人吼，是圣丰长老这老母七林素啊姊妹吼，伫4月19过身吼，伊有决志，总是无洗礼吼，享年92岁，伫今仔日早起伫殡仪馆因为亲人侪无信吼，所以用民间的信仰啦吼，这嘛是咱爱真正赶紧爱传福音的缘故吼。佮有叶新如姊妹伊的大官杨天庆兄弟伫4月7日过身吼，这拢是用民间宗教信仰，享年99岁吼。伫5月初3伫家己的厝来举行告别式咱求主来安慰。佮有这秀秀咱的姊妹伊的妈妈要伫4月30早起伫殡仪馆台北是无？台北的殡仪馆是无？伫台北殡仪馆来举行这告别式吼，所以咱有看见这亲人话拢也无洗礼吼，所以咱真正为着咱的亲人来祈祷互咱有机会来
同得福音的好处，所以也感谢主啊！咱伫受难日啊，迄天阁有受难日的前一天，咱有曼双的阿嬷外嬷甲有詹医师詹维先执事的老爸拢伫病院来洗礼牧师伫问的时阵拢像詹医师因老爸头去安问用顶头的。第二个问题，用印的感谢主，毋是用目睭念啦牧师搁爱药就是兄弟姊妹趁咱还阁有活命的时阵，会通自由意志来回答的时阵来把握这个救恩这是毋茫咱透过祈祷，为什么为着亲人祈祷互因有伫活地时有机会来领受这个恩典安尼报告咱今仔日金句，咱做伙来读两遍，做伙来。直到咱圣人伫信以及捌上帝的囝来合一，到成一个完全的人，到得到基督的充满来长成迄般。以弗所书4章13节搁一遍。直到咱圣人伫信以及捌上帝的囝来合一，到成一个完全的人。到得到基督的充满来长成迄般，以弗所书4章13节。请咱做伙来吟圣诗第481首，咱对基督的恩典得到合一。吟诗煞，请由牧师来祝祷，请会众起立来吟全首。同心祈祷，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赏赐逐样的恩赐，伫恁中间，靠着伊所互恁的关系，赢过死亡的关系，拢会通伫恁中间的亲友来分享福音。也愿主会听透过恁成做施恩的管道，听人亲像家己，也有主圣神的感动，互恁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奉爸囝圣神的名，甲因行洗礼。主会伫咱中间施恩祝福，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咱的礼拜到这，咱会通彼此来请安，彼此来祝福，愿上帝祝福咱。